各位老記，中山新鴻基奕翠園，我上2個星期出咗個 video 講佢6折賣樓，咁當時咧就賣啲咩咧平層嘅單位為主。咁其實當時咧有好多嘅朋友都問到 Andy， 喂，新鴻基奕翠園會唔會有啲特色單位嚇？咁其實咧今日 Andy 想同大家 update 一下，係會有嘅。但係咧新鴻基奕翠園只係剩翻最後2間一個特色單位，而呢2間嘅話咧，咁其實亦都係大家可以睇一睇個景觀，感受一下。咁依家基本上嘅話咧，其實呢2間只係左邊同右邊嘅分別，景觀方面咧唔會差好遠。咁我哋首先依家景觀直望嘅話，我哋除咗望到五桂山之餘，亦都望到咧博覽中心。而成個景觀最吸引之處係咩咧？成個紫麻嶺公園都係收入眼底下。咁呢個位置可能有好多嘅朋友第一次去了解，唔知邊度係咪？嗱，我哋成日話咧買樓買地段，咁你係買房產定係買房地產？呢個係最大嘅區別。咁咩叫房地產咧？你就涉及埋有個地段嘅一個因素存在。咁好似我哋而家景觀再放翻下直視嘅話啦，咁其實喺我哋有一個白色嘅建築物嗰度係咩咧？中國海關嘅總部。OK， 咁然之後右手邊嗰邊咧，咁其實咧亦都係有個商業嘅寫字樓，嗰度咧就係紫麻嶺城景上風嘅一個位置，咁亦都係成個中山尺租最貴嘅一個寫字樓啦。樓下亦都有12、3間嘅銀行啦，包埋外資行都喺嗰度。咁基本上嘅話咧，我哋依家身處喺呢個最核心嘅一個核地段嚟講啦，特色戶嚟講係會比較叫做罕有同埋稀缺。咁好似依家呢間屋咁樣啦，咁其實你會見到嘅，我哋由客廳出嚟呢個位置啦，細房啦，然之後嚟到主人房都好，3個空間同時間向南之餘，3個房間可以出到嚟呢一個咁大嘅平台。咁而我哋背後呢一個位置，樓梯再上去係咩咧？就係我哋特色戶嘅一個獨有嘅天台位置，雕刻嘅一個空間啊嚇。呢間屋係幾大咧？91平方。咁其實作為一個頂樓嚟講，佢嘅樓底高度會比起正常嘅普通嘅樓層會高嘅。嗱，首先我哋依家呢個客廳嘅部分，大家感受下個樓底嘅高度，講緊係4.5米嘅。咁基本上嗰2間房嘅話啦，咁其實就係都係3.5米嘅一個距離。咁有好多嘅朋友都會覺得好有疑問，點解會變咗中間有個玻璃咧？係咪 lift 嚟嘅？其實唔係啊嚇，呢一個係純粹一個係叫做工作露台嘅位置。咁你見到個工作露台好深嘅，咁其實一般嘅業主佢哋會中意將咩咧？將個廚房改大咗，用埋工作露台嘅位置，做埋個開放式廚房係非常之吸引。咁呢間91平方就係2房，咁我哋隔離咧仲有個03號位，呢間係幾大咧？呢間係118平方，係講緊咩咧？多咗嗰間房，多咗個洗手間，3房套廁嚇，同樣入到嚟廚房嘅空間，跟住側邊嘅話仲會有個最擴大嘅一個空間喺度嘅。咁其實咧，你問我嘅話，因為佢依家係一個清水樓交付嘅情況啦。咁其實你話實質上嚟睇，都係睇一個間隔 size 啱唔啱你哋用。咁詳細嘅尺寸圖，包括天台上面嘅特色單位嘅尺寸圖，大家可以問翻我攞。咁我哋再出翻嚟呢一間屋睇一睇個感受又點啦？嗱，基本上118啦。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到2樣嘢。第一，我哋個景觀係啦嘅視野呢邊會更加開闊少少。但係咧，唯一一樣嘢係咩咧？呢個位置我哋望翻隔離係講緊咧81座嘅一個空間位置。你會留意到一樣嘢，前面最矮嗰座係81，我哋而家身處係82。我82同83座係成個5B 期最高嘅一座啊嚇。所以就算咧，我哋嚟到最篤呢一個位置啦，咁其實你都會留意到，就係我哋依家咧樓下81座。佢嘅一個特色戶其實明顯比我哋仲要低咗一層，所以如果大家係選擇特色單位嘅情況下，我哋想居高臨下啦，任何嘅私隱密度會比較高嘅朋友仔啦，咁呢度係絕對咧係一個優選嚟嘅，因為我哋買特色戶最緊要越高就越靚。咁再加上啦，呢個地理位置，咁其實仲有一個好方便嘅位置，大家會見到嗰度係咩咧 ？Top Park 富日城嘅一個方向。咁喺呢個方向嘅情況下啦，咁其實我哋見到咧，行路過去講緊幾耐咧？10分鐘嘅步行時間已經去到中山最旺嘅商場之一嚇。咁側邊呢度同樣亦都係樓梯上去咧，就上面嘅特色戶。咁基本上嘅話咧，呢間屋同頭先細單位嘅話，最對比係咩咧？佢就係3間房，咁就3間房，呢度係主人房嘅空間啦，同埋2間客房嘅空間，包括呢一個叫做客廳空間，出翻嚟全部都係呢一個位置。大家個景觀亦都係望翻我哋前面嘅方向。咁嗱，講咗咁耐啦，究竟呢2間特色戶幾多錢咧？嗱，Andy 俾個答案大家嚇，非常有驚喜嘅，因為依家呢個價錢嚟講咧，相信同發展商傾
挨到咧17000蚊左右咧，冇咩問題可以攞得低。咁因為之前我哋拍咗一個6折嘅單位，亦都係破咗發展商嘅底價。咁之前如果大家睇我2個禮拜之前新鴻基6折賣樓嗰條片係講咩？最主要集中就清2房嘅單位啦，講緊係連埋個車位118萬，而且我哋做到係咩咧？破咗118萬呢個底價嚇。咁如果你哋對於新鴻基奕翠園呢2套特色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快啲上嚟睇下啦！因為咧 last 2套你哋啱嘅話咧，就係成為最後奕翠園嘅一個特色單位嘅業主噶啦。咁大家有啲咩問題咧，隨時電話聯絡啦。